大家好，我係你嘅健身教練 Coach Son Sir，今日想講一講好多人關心嘅議題。雞蛋黃同埋膽固醇嘅關係，你係咪都聽講過食雞蛋黃係要令到你個膽固醇超標呢？但其實呢個觀念咧一早就俾研究推翻咗噶啦。等我哋一齊了解下真相。過去有好多健康嘅機構認為，飲食中嘅膽固醇，例如蛋黃裏邊嘅膽固醇，會導致血液嘅膽固醇飆升，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所以佢哋建議每日攝取膽固醇唔應該超過300毫克，大約就係1.5個雞蛋嘅份量。就係因為咁樣，好多人避開食蛋黃，甚至乎淨係食蛋白。但近年來嘅研究已經發現咗，飲食中嘅膽固醇對血液嘅膽固醇影響極少，因為人體裏邊嘅膽固醇主要嚟自肝臟合成，而不是直接來自食物。真正影響膽固醇嘅，其實係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就好似油炸食物同埋加工嘅肉類。而且蛋黃裏邊嘅脂肪大多都係健康嘅單不飽和脂肪同埋多不飽和脂肪，對身體有益。最重要嘅係蛋黃富有多種營養素，好似維生素 D、維生素 B12、葉酸，仲有抗氧化劑，例如葉黃素同埋玉米黃素。呢啲對大腦、眼睛同埋整體健康都非常重要。根據最新嘅美國膳食指南同埋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取消咗對飲食膽固醇嘅嚴格限制。對於大多數嘅健康人士，每日食1至2個嘅雞蛋黃係完全安全，甚至乎對健康係有益。當然，如果你係糖尿病患者或者已經有高膽固醇嘅問題，建議都係適量攝取，並諮詢醫生同埋營養師嘅建議。總結嚟講，雞蛋黃已經不再被視為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因素，反而係營養超級豐富嘅 superfood。與其擔心蛋黃，倒不如注意減少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嘅攝取，好似係油炸食物、加工嘅肉類，並保持均衡嘅飲食同埋健康嘅生活方式。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按讚、分享並且 follow 我，獲取更多實用嘅健身同埋營養資訊。我哋下次見。